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2，哥林多前书1章9节咧讲，上帝是信实，伊呼召你，要互你甲伊的囝，来伫主耶稣基督结连。三甲来祈祷，呼召阮借主耶稣基督结连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要来学习你的性命，因为你是信实不变的上帝。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存永在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实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的话永远建立，永无落空。我们一生拢要来称颂、感谢你无数。主啊，感谢你呼召阮。阮正做你所听的儿女，主啊，你若救赎阮，脱离罪恶，搁邀请阮甲主耶稣基督同齐有份，伫你的性命。主啊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是信实，你呼召阮来甲你的囝主耶稣基督结连，祈祷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